伫咧屏东人讲号做鸭头的角头大个，昨伫咧高雄做营防开枪杀害。因为嫌犯随着甲枪炸咧去到警察局自首，外界认为可能是要来换减刑。不过律师表示，伫今年初枪炮弹药管制条例是已经修法啦，对一定会当减刑也是免刑，改做由法官依照个案去斟酌判刑。溪湖山仔家属16透早来到殡仪馆等待检方收验结果。枪声响起，骑穿的乌衫查甫快速离开。红叫做鸭头的屏东角头15中昼伫高雄做营，伊是因为债务纠纷，互杨氏嫌犯开枪，造成腹肚着2枪，送医了不治。杨氏嫌犯事后炸2支枪，甲42发枪支到新增派出所投案。我看至少10几枪。10几枪哈。有，而且又是近距离。警方迅速调阅现场监视画面，锁定涉案车辆。那杨姓犯嫌自知法网难逃。在今日11时50分许，携带作案枪支至左营分局投案。那我们初步了解，本案是债务纠纷所引起。因为杨氏嫌犯是计划作案，自首的动作方认为是为着符合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带枪投案减刑条件。但律师表示，法令今年1月已经修法，就是为着反制有心的人士计划作案了后，想要靠自首减刑的状况。那为了避免这种情形发生，今年1月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也做了修正，将原本必须减轻或免除其刑的规定呢，修正为得减轻或免除其刑。也就是说，对于持枪犯案之人呢，即使吸枪自首，法官也不一定会减刑，必须由法官依照个案情节来斟酌量刑。检方透早甲法医进行收验，到中昼还未结束，因为杨氏嫌犯已经投案，检警后续嘛会厘清案件的状况甲枪支的来源。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